台南東區有一間補習班，互民眾投訴，講接送車一台客10幾個囡仔是已經超過車輛的負擔，可能會造成危險。補習班出面回釋咧，講是因為臨時有學生報名，才會變超載。也教育局嘛查到講，這台車根本就無做交通車的核備，已經違規，已經會違法罰錢。台南東區街仔頂有一台補習班的接送車，當要帶囡仔歡喜出去佚佗，不過詳細算算咧，一台車煞載超過10個，超過車輛載客標準，為免讓過路人翕落來鋪上網絡，引起外界煩惱交通安全，敢會出問題。這10幾個安尼，真正都對囡仔來講都無安全的安尼。我覺得很危險之外，小朋友之後也不會有太正確的交通觀念。面對違規質疑，補習班出面承認當天確實有加載2個，主要是因為歇熱戶外活動參加靜養劇，加上有學生臨時報名，才造成車輛違附調度。業者講當時評估路途較遠，騎奧多麥接送的風險較懸，才選擇塞車。事發了後，教育局嘛隨啟動調查，發現這間補習班雖然合法立案，卻完全無學生交通車的核備記錄，已經違反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。以當時的狀況來講，開車接送還是比較安全的，而非騎機車的方式。而且這個部分，我們其實都會跟家長告知。依據《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》，補習班接送學生的車輛應辦理核備，並依法設置學生專車標示。教育局將到班稽查，安排路邊攔查。針對這單事件，業者講後續會嚴格檢討改進，教育局後續會結合警政單位來調監視器調查，會安排教班課查等任務。若到時有影違規，會依法罰款，會要求限期改善。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。